虽然有人顶包挨骂，听起来很爽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我不是什么迟暮，我叫宋小小。宋小小。对，记住这个名字，宋小小。这不是我书里的男神吗？你说你叫宋小小，但是你怎么跟迟暮长得那么像啊？我可没听说过迟氏集团的总裁还有什么孪生兄弟。让开！哎，天气这么热，干嘛这么暴躁啊？你仔细看看，我跟迟暮有什么像的？好像有哪里不对。拜金女我见过，像你这么拜金的我还第一次见。虽然跟那个渣男迟暮长得一模一样，可的确不太像同一个人。难道真的是撞脸了？见别的怎么样？好像是比迟暮那个家伙好看一点。这就对了。你不是迟暮那个混蛋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哦，对了，你能不能帮我个忙啊？我现在必须要出去，但是我迷路了。我从南门进来的。南门，我从来没有关心过南门这件事。那怎么办？我现在必须立刻马上找到一个人，这关乎我的前途。怎么办？你首先要找到一棵树的影子，然后让手表的时针与树的影子重合。那么6点钟的方向就是北方，相反的方向就是南方。哦，真的吗？那太好了，那我先走了。哦，对了，下次再找你道谢。等一下，这个手表送给你。如果以后再遇到迷路的事情，记得用我教你的方法。送给我？不行不行，我不能收陌生人礼物的。喂，怎么是陌生人啊？这个手表就当做咱们认识的纪念礼物，收好了。纪念礼物，定情信物。我好像做了一场梦，我上本小说里的男神就叫宋小小啊，莫非这就是流星石头带给我命中注定的缘分？这是我工作的地方，美克拉美钻石公司。这些都是我的同事，也许很快就要变成前同事。没错，他们就是我那本小说《我叫好聪明》里的原型，美玲，一个以减肥为终身事业的胖女孩。即使每天都有着惊人的嘴部运动量，她的体重还是从100斤减到了120斤，又从120斤减到了180斤。赵西川，一个没有女孩眷顾的大龄单身男青年，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：“其实他们都暗恋我，我觉得那个女孩喜欢我。你不懂，我能读懂她的背影。”进来。都是我们的错呀，对不住对不住。哎呀，你跟郑总好好说一说嘛。哎呀，就他让我让他滚蛋。段奕斌，长相着急的坑爹大叔。据说他15岁的时候就长得像40岁，20岁时还是长得像40岁，现在到了30岁还是40岁的样子。或许他到40岁的时候就能赶上正常人的水平。因为着急，所以在意。段大叔平生精力都花在对个人形象的打理上，年轻没年轻倒是没看出什么效果来，但性取向是越来越让人摸不着头脑了。好聪明！到。刚才郑宝珠助理给我打电话，搞砸了一切，还有脸回来？经理，我告诉你，你完了！这3个月来，你给我惹了多少麻烦？今天我必须把你瘟神送走！我要再让你回来，我他妈就是条狗！喂，哎，郑总，好的，我马上过去，我马上过去。我现在就去跟总经理请罪，在我回来之前，离人东西滚蛋！不想再见到你。毕业2年来，我应聘过各行各业共计无数份工作，美克拉美的珠宝设计师是我唯一干满了3个月的工作。
你坐吧。有件事是关于下个季度新款珠宝的设计，看看你们设计部门有什么意见，咱们探讨一下。迟梦以为找了个这样的女人来气我，我就看不出来啊。前段时间冷着你，这次又花5000万高价拍下陨石戒指，难道就是为了在舞会上捉弄你？我倒觉得他还是喜欢你的。什么意思啊？大小姐，你是不是傻呀？如果你不喜欢一个人，你会花那么大心思去捉弄他吗？所以他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讨厌我。总之，前男友、前女友，本来就是一段扯不清、理还乱的关系。2000多年前的古老陨石钻戒重现拍卖会，并以5000万天价被陨石戒指的原主池氏集团拍回。据了解，这颗陨石钻戒之所以拍出如此高价，是因为竞拍当天，郑氏集团和池氏集团之间的恶性竞价。现在各大媒体都在报道咱们拍下的天价陨石。关于这颗陨石戒指，宋总助当时你也在场吧？我想你给我解释一下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具体来说，我也不太清楚。可是这枚戒指确实是池总您亲自拍下的，没错。池总，您还记不记得当时的情景？我想，可能是阴血后遗症。那我丢了的这块手表也是因为淤血症？宋总助，还有事吗？那个，最近姨妈有点担心，怕您工作压力大，说是不是该找个女人照顾你了？这个事儿你帮我办吧，我来安排。之前相亲不都是你帮我办的吗？就按照以前的标准，再帮我办一次。我看姨妈的意思，她挺喜欢郑宝珠的。你知道的，我谁都可以娶，唯独不可以娶郑宝珠。没事，你出去。小主从来容姿秀美，俏丽非凡。近日因诸事繁杂，身子不适，略显容颜憔悴。奴在承蒙小主恩泽多年，每每思之，倍感惆怅。适逢皇额娘刚刚从西域运来上等之辛辣食材，奴才私心想着，要是小主用来，定是极好的。不知小主意向如何？那个，中午吃炸酱面就算吧。别闹，本宫今天没心情。哎呦喂，怎么了？这是不就丢了工作吗？世界末日了？真的跟世界末日差不多了。好不容易吧，邂逅了我的天才，可是他就这样消失在了茫茫人海之中。好不容易，我喜欢的工作终于要过试用期了，偏偏出了郑宝珠这么个奇葩。等会儿，这工作咱先不提，天菜什么鬼啊？天菜，天生是我的菜，只可惜是昨天晚上邂逅的，来去匆匆，杳无影踪，只给我留下这么一块表，睹物思人。等会儿，这表可别看，虽然我好聪明，职场失意，说不定情场得意呢。这是我男神送给我的表，万一给你看坏了，赔得起吗你？虽然我遭受了如此多的打击，但是，
我还是一个坚定的乐天派。这就对了嘛，就像那茶壶一样，你看人家屁股都烧红了，嘴上还吹着口哨呢。韩毅，去年我被甩的时候，是你一直陪在我的身边。别提这些了，咱们都哥们儿嘛。上个月我生病的时候，也是你陪在我的身边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现在我无依无靠了，还是你陪在我的身边。不是，聪明啊，你这是在向我表白吗？其实我这个人挺多毛病的。我就是想说，聪明，小聪明，恭喜你啦！恭喜我什么？我都已经要辞职了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已经通过了我们美克拉美的试用期，现在你将光荣地成为我们当中的一员。鼓掌！但是我没明白，我怎么就过了试用期啊？我不是已经搞砸了一切，而且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吗？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那我看了一下，设计的东西啊，我问你，这个设计稿是谁的？啊，郑总，都是我的错，我就不该给他招进来，都是我的错。那确实是你的错。你身为设计部门的经理，为什么没有及时把他提拔出来呢？这是我见过的今年最具浪漫情怀的设计，他很有自己的想法。你把他叫来，我当面跟他亲自谈一下。啊！我要再让你回来，我他妈就是条狗！怎么了？我立刻就把他给叫回来，我立刻就去。啊，原来是这样啊！韩经理现在在哪里呀？怎么样？那边怎么说？美克拉美请了新的设计师，他们放弃了跟咱们的合作。是吗？那请的新设计师是谁呢？一个菜鸟，他们的一个实习设计师，您见过，就是那个好聪明。这是我通过他们的内部渠道得到的设计稿，他设计的天蓝陨石系列，据说深得美克拉美高层的喜欢。好聪明，郑小姐，美克拉美。对，我是美克拉美设计部的好聪明，欢迎欢迎。郑小姐，你还记得我吗？别说我啊！郑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我好聪明。又是那个好聪明。你把这个设计图交给兴盛珠宝公司，怎么做不用我教吧？反正我要好聪明3天之内滚出美克拉美。是。只要他离开了美克拉美，相信过不了多久啊，美克拉美一定会回来求您的。难道我稀罕吗？想请我去做首席设计师的多的是，滚！喂，美玲，聪明啊，大事不好了！你现在千万别来公司。段大帅哥今天早上收到一封律师函，说咱们公司新产品涉嫌抄袭。什么？涉嫌抄袭？我辛苦了那么多天才出来的成果，是谁两片嘴唇一碰就给我说成了抄袭啊？这是一家新上市的珠宝设计公司，他们不但设计概念跟咱们公司一样，就连设计稿都一模一样。那我现在就去找段一冰。这事情哪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啊？段大帅哥气的都更年期提前发作了。你要是现在来啊，就等着被他的怒火打成筛子吧。经理，静止好聪明。你这样做能难得倒我好聪明？说我抄袭，我自己找他们去。
聪明，新盛公司幕后的大老板就在这个会所，30岁上下，身高1.8米左右，线条很好。他今天穿的是经典英式剪裁灰色西装，白衬衫看不出品牌，短发梳得很整齐，还戴着墨镜。哦 ，OK， 有照片吗？有。好像有点眼熟。哎，等等。总之，人已经帮你找到了，你好自为之吧。好吧。哎，小姐您好，请问您预约了吗？我找人。我们这是私人会所，只对会员开放，而且呢，今天有客人包场，实在抱歉。哦。哎，你们那儿是不是有一个招聘启事？我记得。我是来应聘的。应聘？你？怎么不是应聘吗？你有相关的经历吗？我啊，毕业之后因为帮朋友的忙，在涉外酒店做过服务员，接受过茶道培训，之后因为兴趣在咖啡厅做过调酒师，再之后在创意咖啡厅做过经理助理，行吧？听起来倒是符合我们的要求。这样吧，你去填一张入职的申请表，好吧？好。好，跟我来。让你久等了。怎么，看见我很勉强吗？今天我是特意为你来的。你不用打了，5分钟之前你的相亲对象已经走了。像她这种心理承受能力极差的女孩，根本不适合你。你是？我是迟墨的女朋友。女朋友？据我所知，迟墨似乎并没有女朋友。那你总该听说多年前唯一的一个前女友吧？那又怎样？前任和现任能相提并论吗？这么说，你是想自不量力的跟我竞争了？自不量力？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家世，我自我介绍一下吧。我叫郑宝珠，郑氏集团的未来接班人。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家世，但看你的样子，很明显你的学历不如我，容貌不如我，财力也不如我。请问你有什么资格和我抢男人呢？离开他，100万就是你的了。有钱了不起啊？200万。200万够吗？像你这种样子，200万应该不是个小数目吧？我想告诉你的是，别妄想高攀驰势。这个世界上，有钱人才能终成眷属的。看来你的条件还真是不错，啊，我们回去商量一下，尽快给你答复，好吧？这个事情是做出来的，不是商量出来的。我这个人呢，最大的优点就是勤劳能干，我免费给你们试用，今天就试用。好，好，好，行，欢迎你加入啊！迟墨，我们和好吧，我知道你还是爱我的。郑小姐。我们今天不适合谈恋爱。迟墨，迟墨，你站住！我只想问你，你为什么不接受我？你是不是有喜欢的人了？我知道你没有，我调查过你。自从我们分手之后，你根本没有找过新的女朋友。你还是爱我的，你为什么就不肯原谅我呢？迟墨啊！
等等，虽然只是惊鸿一瞥，但乍一看很眼熟，身高符合，灰色西装也符合，白色衬衫也符合，戴墨镜也符合。难道他就是我千辛万苦要找的人？没想到我好聪明，运气这么好，就是他了。哎，越看越觉得这个人好眼熟啊。这应该就是兴盛公司幕后老板。这位先生您好，我是美克拉美钻石商场的设计师，好聪明。啊，你放心，我是绝对没有恶意的，我只是……池先生，这里发生什么？长了眼睛的人都能看到，这位小姐尾随着我进洗手间，意图不轨。喂，你们会所的安保措施还真是，拜托你们，以后不要什么人都放下。小姐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啊，池大爷，我没有抄袭，那个是我自己设计的。等等，原来是你。看来你不只是个拜金女，还是个小偷。对不起，池先生，都是我的疏忽。这件事儿我们一定严肃处理。人穷不怕，怕的是穷人没有骨气，没有原则。我再说一遍，我不是小偷。你给我解释一下，这块表你是怎么拿到的？这块表是我男神送给我的。那么，请郝小姐打电话给你那位男神，请他过来，证明你是清白的。啊，糟了！那天下午光顾着花痴，怎么就没有想到留个联系方式呢？